记载伫新约圣经以弗所书1章3到12节，以弗所书第1章第3到12节。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，也是伊的爸，得到呵乐。伊伫基督要赏赐咱伫天里逐项属伫神的福气，就是照伊的创造世间的大神，伫基督敬咱，互咱伫伊的面前诚做圣，无通嫌。伊照伊的旨意所欢喜的，用仁爱大心定着咱对耶稣基督得到做囝的来归伫伊，互伊的恩典的荣光得到呵乐。这个恩典就是伊伫所疼的囝赏赐咱的，踮伫伊的，咱对伊的血得到赎回，赦免罪过。就伊的恩典的富有，伊将这个恩典用逐样的智慧甲见识赏赐咱到满满。因为互咱知伊的旨意的奥妙，照伊的好意，就是伊本身所大声定着的，要伫遮的一期圆满的时，设法互万物，无论伫天里、伫地里，拢伫基督来合一。踮伫伊，咱也诚做家业，就是大声受定着的，照即个趁家己的旨意，行万行有为的意思，要互伊的荣光对阮的大声，毋茫伫基督的人得到呵乐。以上，这是咱要请本堂科牧师来讲道，伊的题目是上帝的计划，上帝的计划。咱同心来祈祷，天父上帝伫你的面前，阮献上感谢，因为伫你的计划内面，阮会当组一做伙。因为伫你的计划内面，我会当领受到这个丰盛的恩典。这是阮恳求信心临在，互我会当明白主你的心意，互我当明白阮伫你的内面，阮所爱背的使命。愿主你亲身看顾，祝福阮所要领受的这个恩典。愿主你亲身来引带。愿咱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，阿免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2015年12月31，迄天暗暝，毋知你伫倒位？你伫个教会做跨年的祷告会，也是你去到外口咧迎接2016年的来到。伫迄个时阵，咱拢有去回想到，伫2015年的时阵，上帝的恩典伫咱的身躯顶。伫迄个时阵，咱拢献上感谢。那呢，今仔日咱要来想看卖，当2015年的时阵，你捌规划过你有定要做的代志无？这个代志敢有照着你的计划来行？这个代志敢有照着你的计划来完成吗？伫过去一年，我嘛有真侪计划。伫即个时阵，搁一届来看上帝的恩典的引带。伫过去一年内面，有侪计划拢完成啊。也毋过，还有真侪计划，也搁继续咧进行。那呢，要甲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个计划。这个计划就是我伫2015年完成的计划其中的一个代志。这个计划伫11月16到28，我带我的大汉后生完成了一个亲子单车环台冒险之旅。这个骑脚踏车驶台湾一日，也毋过后面佫加2字叫冒险。这个冒险是因为对我来讲，我的习惯是先去看好倒一天要伫倒位休困，倒一天要住伫倒位，拢安排好的人。我可能会去小计划，也毋过这个冒险，我是将这个计划交予我的大汉后生。所以当伊咧计划的时阵，伊头一天
伊按算要为咱桃园徛到台中，哇，这是差不多要200公里的路程。伫这个过程中间，我就真冒险啊！因为虽然有定着讲要徛倒位，但是每一天暗时要伫倒位休困，要伫倒位食饭，拢是伊规划，拢是前一暗再来讲，可能阮会当伫倒位来休困。饭店还是旅店，拢无去订，所以我定着是一个冒险的旅行。也毋过真感谢上帝，伫即个过程中间，有看到即张相片边仔有一个牌仔，还是咱政府所规划叫环岛1号路线。我只要伫路面看到即个牌仔，我就知影讲，向前行就无毋对啊。即个冒险的旅程，伫经历的时阵。伫即几天，阮行过真侪所在。伫这所在，阮拄到11月份上热的一天32度，我嘛拄到上冷的一天13度，我嘛拄到大日头晒甲阮真艰苦，我嘛拄到落大雨，甲阮压甲冻糊糊。我嘛拄到真侪的爬行，当然有爬行就有落行。人生的路途，就伫即届旅行中间，阮去经验到上帝的恩典。阮看到上帝创造台湾，创造即个水的一个土地。伫这中间，我嘛看过真侪人会互相的互动。阮有真侪人看到阮爸仔囝2个人骑车，后壁无对一台支援车，因拢甲阮讲加油，继续行。那安尼来看。这个冒险之旅，就真做我甲阮囝生命中一个真亲密的一个连结。2015年，阮完成了这个计划。那呢，2016年，牧师想要问大家是：你有啥物计划呢？2016年，你有啥物计划？有可能咱有真侪计划，咱拢还未完成。咱阁有新的目标，咱就要来进行。那对于教会来讲，咱教会的同工中职已经有定好今年度的所谓行事历。这个中间，无论是总办部、总务部、教育部、事奉部等等的这事工，因拢安排了。这个安排拢是要为着带咱每一位兄弟姊妹。甲上帝恩典来相拄，拢是这事工，拢是要来领受上帝透过耶稣基督这个救赎，以及对咱每一个人的灵命来做更新，互信心来帮助咱。透过安尼，这是教会的计划。那安尼，咱每一个人的计划是啥物？你要完成的代志是啥物？今仔日咱对以弗所书开始读，伫以弗所书内面一开始，保罗伊讲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，伊知影家己的身份，伊嘛知影家己是啥人。也毋过伊咧请安的时阵，伊提到写即张批的对象是要写互正信徒，就是要写互咱每一位咱在座的兄弟姊妹的一张批信。这个是一个真特别的名词，众圣徒、正圣徒。那呢，什么人才是圣徒呢？什么样的人算是圣徒呢？还是讲，你用圣徒的角度来看家己，你的行为、你所讲的、你所行的，会改变无？圣经甲咱讲。咱人毋是靠着家己的努力，也是做什么代志，才互人称作义人，也是圣徒。要互称作圣徒，伫今仔日经文的头前第2节、第1节到第2节内面讲，圣徒是忠信伫基督耶稣的，就是讲伊的关键伫个，咱对基督敢有忠信，因为对基督忠信的人。伊的对象是掠上帝最忠心的人，伊透过上帝的灵敏、信息
伊知影讲上帝是值得信任的，所以咱才有法度愿意来相信。所以保罗伫批信的开始，正信徒来请安。那呢？你感觉家己敢是信徒吗？你觉得自己是圣徒吗？伫即礼拜三暗时，张思聪牧师所上的灵命更新的第一课内面，伊就问大家讲：恁感觉家己是圣徒吗？在座有超过100几人，拢唔敢表示讲家己是圣徒。但是张牧师伊说明讲，圣徒就是互上帝分别出来的人，圣徒就是互上帝分别出来的人。这个分别出来的人，不是讲圣徒就是刻伫迄个石牌顶面，互人做纪念的，嘛不是用人的标准去判断讲伊有符合这个标准啊无。所以讲，今仔日咱在座的每一位，咱拢领受着上帝的恩典，成做伊的子民，咱就是互伊分别出来圣徒。所以看你隔壁的人，看一个，正边倒边看一个，然后你家己讲你是圣徒。有人敢若无啥确定哦，佮甲讲一下，真肯定的甲讲你是圣徒。因为保罗讲，咱每一个人拢是正做伊的囝儿了，咱拢是圣徒。所以对今仔日第3节开始，伊讲愿咱的主耶稣基督上帝也是伊的爸得到俄乐。所以今仔日所读的这段经文，其实是一个俄乐上帝的一段经文。那照加利文伊的解说，伊讲这个俄乐伫圣经中有4个意义。第一个意义是咧宣扬上帝的这个好的代志，上帝的良善，就是讲这个俄乐咧保养上帝伫这个地面上对咱人、对这个世界所做一切好的代志。第2项是咧讲上帝对人的祝福，因为上帝互咱平安。咱拄着恶担当的时阵，咱拄着困境的时阵，咱拄着风雨的时阵，上帝互咱的平安甲喜乐。所以，这个俄乐代表着上帝对人的祝福。第3是咱人照着基督咧彼此的祝福。这个俄乐是咱的中间，咱用基督彼此来互相祝福。这是咱人甲人中间的关系。加利文上尾才讲，俄乐是祭司的部分。所以，对加利文的解说意义来看，上主要咱的俄乐对象是上帝，也就是讲，上帝已经将这个福气赏赐予咱。俄乐未改变上帝，但咧俄乐的时阵，是咱每一个人的性命去得到改变。所以第3节内面，伊讲，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，也是伊的爸得到俄乐。所以真清楚，互咱看到，咱要俄乐的对象是天父上帝，是天父上帝。所以天父上帝伊伫基督的内面，赏赐咱伫天里逐项属伫伊神的福气。这个福气已经伫咱的内面啊，也毋过咱阁侪人，依然还阁咧敲吹。上帝透过基督竞选咱每一个人，将咱对罪的关系内面行出来，进入到上帝伊家己的疼甲同在内面。所以咱每一个人都互上帝改变，成做圣洁、无瑕疵、有疼心。这个就是上帝的心意。所以上帝的心意，伊透过伫基督的内面来完成伊所有定着的代志。伫经文的第5节，安尼讲，依照伊的旨意所欢喜的，用仁爱大心定着咱对耶稣基督得到做囝
来归伫伊。现代中文译本是讲，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。伫遮讲到定着预定，这个预定常常互人有一个感觉是讲，敢若上帝安排好，有一个人会当得到这个囝儿的名分，有一个人袂使。其实安尼解说是无合理的。咱会当将这个定着看作是上帝先来竞选甲邀请，是一个先后顺序，一个顺序。比如讲，咱今仔要请人客，咱要办桌，咱的心中开始就列真侪名单出来，然后咱会开始来邀请什么人，什么人一个一个邀请。伫这段经文内面，其实是上帝去邀请的顺序前后会无共尔。上帝伊要互咱明白，伊的心意是爱咱每一个人拢会当得救，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明白迄个真理，互咱每一个人拢得到囝儿的即个名分。所以上帝祝福咱，竞选咱，这一切恩典拢是白白去得到的。而且咱得到了后，咱就甲伊所疼的囝耶稣结连做伙。所以，咱每一个人因为安尼，咱就伫基督的内面得到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咱的罪得到赦免，咱的性命得到逃放。这拢是对上帝遐来的旨意，甲互咱的聪明智慧。所以，伫基督内面，咱会使渐渐去了解上帝奥秘是啥物。奥秘、奥秘，其实是咧强调迄个已经显明的代志，伊的内容甲意义伫咧。奥秘毋是咧表示讲要去找咱无明白的事，咱人无法度用咱的理性、咱的智慧去完全了解上帝的作为，所以咱对上帝的认识是有限的。啊，毋过上帝愿意互咱甲伊接近，伊透过道成肉体。互咱会当亲目睭去看到，互咱会当摸到，互咱会当听到。虽然咱无法度完全明白，但是透过咱在座的每一个，咱结连做伙，成做团契，成做一个教会。咱伫基督的内面，咱看见彼此进一步对对方的身躯顶去认识上帝的奥秘。所以伫这中间，咱会当做伙来领受到这个恩典，因为咱做伙生活，咱做伙讹罗上帝，咱将这荣光归给上帝。所以，咱每一个人结连做伙的时阵，咱成做一个生命的团体，反映出上帝是啥物人，上帝伫倒位咧做工。当咱咧讹罗的时阵，嘛亲像一面镜共款，帮助咱看到上帝。上时嘛看到毋望，所以咱通过基督伫基督的内面去听见这个福音的好消息，咱相信伊的时阵，咱就领受迄个应允信心做记号伫咱的身躯顶。信心伊互咱会当渐渐一步一步来看到上帝实现伊一切的应允。这个应允。亲像咱要买一间厝共款，咱毋茫期待有一间厝对起到完成，咱就要开始立定金、保证金、头期款等等这个，上尾咱确认咱会得到这栋厝。信心帮助咱，当咱愿意接受上帝这份礼物的时阵，伊保证，互咱会当得到后壁一切产业，这拢要赏赐互咱。所以。上帝伫咱每一个人的生活中，伊拢有伊的作为。但是，咱先确认，咱要知影，你是一位信徒，你是一位圣徒。咱才有法度对上帝荣耀甲讹罗中间来认识这位全能的上帝。因为上帝伊照着伊的计划，已经赏赐咱做囝儿的名分伫咧。有一位作家，伊提到即摆的教会，伊讲真侪人拢来到教会，
拢来敲找要满足伊个人的需要，这无毋对。咱来拢是要敲找上帝甲咱的帮助。也毋过，伊提醒讲，咱拢欠一项，就是咱要做囝儿的即个名分。咱拢敢若想要摕到迄个满足咱的需要，咱可能袂记得讲，咱做囝儿的即个代志。因为做囝儿爱互上帝来训练，因为训练是要完成上帝的使命。做囝儿是上帝互咱人一个真大的恩典，嘛是咱每一个人会当领受的一个权利，也毋过嘛是有一个责任伫咧。咱每一个人正做上帝囝儿的时阵，咱就伫这个地面上正做上帝的代言人。这个身份毋是咱会当得到的，是因为透过耶稣基督不断显露伫咱每一个人的眼前。当耶稣为咱钉伫十字架顶的时阵，咱就重新恢复这个身份甲使命，得到信心的帮助，得到信心的记号，咱会当得到未来这个丰盛的产业。所以，拿安尼来看，上帝伫咱每一个人生活中的作为是啥物呢？上帝的作为是指定咱每一个人，拢伫伊的计划内面爱做一个角色。这个角色就是咱正做上帝所使用的器皿，正做上帝所使用的人。透过咱每一个人，咱所做的这个角色，咱会当互别人，就是要认捌上帝的人，进入到教会。进入到教会，那呢？无需要问一句话：你备办好要正做上帝救赎计划中的一份子吗？你备办好要正做上帝这个救赎的计划中间的一份子吗？你若心来讲是的时阵，那呢？咱就进入到互人得到恩典的内面。要互人得到恩典，咱大声爱互人听见真理的道路。都是上帝话真实的道，互人会当进入到恩典的内面，叫恁得到救的好消息。这句话原本只有犹太人才会当得到的对弥赛亚的拯救的救恩，但是今仔日咱爱互众人拢听到。当咱确信了后，咱要传扬主的真理的时阵，咱就要用信心来回应这个好消息。因为咱伫未来要将这个好消息甲人来传扬的时阵，咱会拄到挑战，咱会拄到困难。有人可能连听拢无爱听，有人可能甲你看一个伊就走啊。咱可能会拄到困难，拄到风雨。伫未来，咱可能看袂到要安怎来传扬这个福音，咱无法度知影未来的状况，咱只有用信心单单来交托给上帝。第三，咱就用信心做记号，因为信心知影咱的软弱，信心伫咱身躯顶有记号的时阵，只要咱愿意正做上帝救赎计划中间的一份子的时阵，那呢信心就会帮助咱，互咱软弱不足的所在来给咱补满，互咱得到上帝的产业。那呢，咱有愿意正做上帝救赎计划的一份子吗？今仔日经文刷接落去第13节到14节，伊讲点伫恁也已经听见真理的道，救恁的福音，既然信，就点伫伊有受所应允的信心来确认，伊就是做咱承接业的准备，到上帝所得到的业赎回，互伊阳光得到儿女，互伊的阳光得到儿女。毋知咱有注意到去年2015年，咱教会有偌济兄弟姊妹心灵洗礼，有偌济兄弟姊妹坚信礼，佮兼信仰告别无？可能咱拢无注意到，伫去年咱有24位来洗礼，心灵的洗礼，有18位兄弟姊妹来坚信礼，佮信仰告别。我相信这群
加入到咱教会内面的兄弟姊妹，拢是因为有人愿因传扬福音，互因得到救赎的稳定的好消息，互因渐渐会当明白真理的道，伫基督内面得到平安、喜乐甲毋忘，领受到信心的确认。所以，咱将这个荣光归予上帝。保罗续接落来，其实伊爱咱关心的议题是教会，也就是你甲我，咱要安怎活出上帝的荣耀呢？保罗咧写批或者的教会的时阵，伫保罗的批信内面，伊拢会先学了教会伫信仰顶面的好的见证。也毋过，伫咱今仔日所读的以弗所书，伊确实先学了上帝的慈爱，才提到以弗所教会伫信仰顶面所结出的果子。以弗所这个城市是保罗第一届传道旅行所经过的城市，后来搁伫遮停留3年。伊伫遐设立长老协助福音的事工，所以保罗知影因伫信仰顶面的行为，伊知影伫信仰顶面所做的工，所以伊称赞遮的信徒讲因有信心甲疼心之地，伊为着安尼来感谢上帝。伫即个中间，其实佫值得咱学习的是，保罗留了一个互咱会当学习的代志，一个模样，就是为正人祈祷。保罗正做一个宣教师，咱知影伊毋是固定伫一个所在，伊会走来走去，因为伊要传扬上帝好消息。但是伊毋那是为着伊现在伫地迄个所在的人祈祷尔，伊阁为着所有经过伊伫远远的所在，遮的信徒、遮的人来祈祷。所以，即个祈祷中间，保罗祈求上帝将世人智慧甲启示的灵来互正人，因为咱人常常有真侪财目了后、知识了后，还是讲咱学历足悬的了后，有的人会认为我会当靠着家己的力量来认捌上帝。也毋过，伫保罗的祈祷中间，伊讲爱搁较认捌上帝，其实爱来挖靠上帝所赏赐的恩典甲启示。因为只有挖靠上帝，才有法度拍开咱心内的目睭，帮助咱知影是互上帝来呼召的，互咱知影讲咱未来会得到毋忘的。因为这一切源头，拢是对耶稣基督死佮救我来的。因为咱知，透过耶稣基督死佮救我，今仔日基督已经超越这个世间所有一切掌权的。嘛赢过死亡，所以伊胜过一切，伊是掌权的。伫过去的日子，2015年，咱拢会去算上帝恩典有偌济。我相信伫过去的日子，咱拢用信心在经历上帝奇妙的作为，咱嘛领受着疼，咱分享互遐需要的人。所以，伫2016年，咱透过保罗甲咱讲的。咱来学习祈祷的功课。伫过去一年，一开始我咧处理真侪代志的时阵，我拢用个人的经验、观念也是想法咧处理遮所有的代志。最摆，让我陷落伫迄个困境中间，我拢真艰苦。但是慢慢啊，我学习到搁较侪祈祷，互我着安静的中间去领受上帝的声。不再用家己做中心，学习伫祈祷中甲上帝咧对话。虽然咱毋知影讲2016年咱的路途是会安怎，会拄到什么款的挑战，要行往什么款的方向，但是咱会当学习祈祷的功课，全然相信上帝，而且交托互上帝。所以祈祷对咱来讲是一个真重要的功课。咱人心中若无上帝，咱就无法度祈祷，嘛会当讲是一种骄傲。咱会当照着祈祷谦卑落来，学习愈来愈亲像耶稣。有人讲，我毋敢伫众人的面前祈祷，
也是讲我毋知影要安怎甲上帝来祈祷。其实祈祷就是甲上帝讲话，祈祷就是甲上帝讲话。既然是甲上帝讲话，上重要是你的内心，敢有信心要互上帝来引带你？既然是甲上帝讲话，你的心就要拍开，将你所想的、你的惊吓、你的欢喜，等等一切代志，拢会当来甲上帝讲。祈祷毋是用真华丽的言辞，因为你讲啊真水的遮个事，其实无法度甲上帝结连。保罗提醒的咱的是，这个祈祷是对咱心内直接甲上帝讲话。保罗嘛要甲咱讲，毋是咱干那为着家己祈祷，为着咱所认捌的人祈祷，咱搁爱为着所有咱要关心的人。有可能你无真正认捌伊，但是你犹原爱为伊来祈祷。透过祈祷，我想这就是教会存在伫这个世界的目的的其中的一项。教会其实是代表耶稣基督存在伫这个世间，为着是要互人去看见、去听见、去望到上帝的恩典。基督是咱教会的头，教会听基督的话，就要顺服伫伊的旨意的内面。所以，若安尼来看，伫上帝计划内面，到底什么才是咱爱去了解的呢？咱要安怎明白了解上帝的心意呢？保罗伫以弗所书内面，伊有提到一个已经发生，啊，甲一个也未有的。已经发生，伊个也未有诶。伊讲，即个已经发生诶，就是上帝已经掌权统理即个万有，也未就是即个世界，也未真正去领受到即份恩典。所以，咱即马伫即个世代，其实咱已经不断咧看到上帝已经咧统管即个世界，却是咱无看到未来。若是咱忽略上帝的掌权，那安尼咱就无法度去明白过去这段日子、这个历史中间，上帝互咱每一个人所得到这个特殊的恩典甲机会。也毋过，咱若无看到迄个也未领到的恩典的时阵，咱就无法度看到未来的愿望。所以，牧师要讲问大家一句话是：2016年。你已经完成的是过去的，你也未完成的是未来。2016年，到底什么才是你要去计划的代志呢？你要安怎来领受这个恩典甲愿望呢？因为咱来了解，伫上帝计划内面，咱的计划是伊的一部分尔。伫过去的日子，我已经完成亲子单车环台冒险之旅，看起来敢若已经结束，但是阮伫东部的时阵，阮经历着风雨，也毋过我嘛看到上帝的恩典。伫东部的海边的时阵，我真侪摆拢看到上帝的记号，就是彩虹。伫遐我真欢喜，因为我知影上帝的引带我头前的路站。因为我知影这是上帝掌权伫即个中间，伫过程中间，我已经领受到即个恩典，然后我就真平安返来到桃园。所以，即个计划敢若已经完成了吗？其实无，即个计划会继续行落去，因为上帝计划袂因为咱人的计划完成就停止。所以，我要邀请大家。伫未来，咱伫信仰的道路顶面，行一个信心冒险的道路，信心冒险之旅。因为咱要去传扬福音，咱只有倚靠上帝，只有信心来倚靠伊，咱才有法度来行这条路。所以邀请大家拢会当行伫上帝计划内面，成做上帝所使用的人，互咱的教会未来会当成做一个心意更新的教会，互咱的教会会当有一个信心的引带的教会，
互咱教会伫未来，咱咧传扬福音的时阵，毋是我靠咱人，毋是我靠咱的事工，是我靠咱的祈祷，咱的用信心来向前行。互咱每一个人，拢会当成做上帝所需要的人，成做正人的祝福。所以上尾，不需要请你家己来回应上帝。你若被办好，你就甲上帝讲：我愿意成做你救赎计划内面的一份子。我伫即个所在，请差遣我。我伫即个所在，请差遣我。互2016年，成做一个祝福的，成做祝福正人的一个年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上帝伫你的面前，愿献上感谢。你听阮，真正听阮。阮所领受的遮尔多，你讲早就将即个福气、即个稳定放伫阮的身躯顶。阮早就领受到，成做你囝儿的名分。阮早就伫你的计划内面，甲你结连做伙。愿主你帮助阮，互阮会当用阮的行动来回应你，用阮的信心来信靠你，将阮所领受的听，甲所有的稳定，会当甲正人来分享，互更较侪人来明白你，互即个世界会当行公义、好人民，互每一个人拢会当甲你来同行，来领受你的祝福。愿主你亲身帮助阮。这时，我们用主你教示阮的主祷文。当心开嘴讲，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阮的人。无得带阮入去试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，因为国、权能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